续来到南投县，今年有3位剑道的女选手来入选到世界剑道锦标赛的国家代表队。县长柯淑华特别邀请这3位选手到县长室来做客，嘛伫比赛前甲因加油鼓励。 出招袂输对公司内速度这么紧，这位剑道选手寇辉，伊是少年赛3届全民运动会女子剑队冠军，今年会代表台湾参加第19届世界剑队锦标赛。很紧张，因为其实在距上一次世界杯是6年前了，所以中间这6年每个国家每个选手都在不同的精进。另外，两位选手刘家平、刘家莹还是这边国家代表队队员。 两人都是台湾优秀的剑道选手。我们的人口见到的人口，目前为止没有这么的，跟别的国家没有这么的多啦，所以其实这样子筛选出来，我觉得是蛮紧张的。3位南投优秀选手，伫咧7月份会前往意大利参加世界锦标赛，期待也能争取到好成绩，替台湾争取到公赢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